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日增加2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华航今仔又阁有2个机师胃着病，已经有9个机师胃着，阁还未找到感染源。中国新增加的海南岛会使载30台直升机2000个阿兵哥，印尼失踪的潜水人找到啊53个人全部死亡。华裔女导演赵婷得到今年奥斯卡上佳导演，伊是史上头一位摕到这个奖的华人查某导演。先开始来看，国内今仔日增加2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另外华航嘛已经有7个机师胃着病，今仔是又阁增加2个机师去胃着，计共目前有9名机师感染，到达感染源是还未找到。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我们跟大家多报告2个案例是1102跟1105。1102是一个它居检完毕那3天居检完毕，那经过我们这个例行的采检那就是阳性。那1105是我们这个在召回的机师的一个采检那2个是阳性。对于其他的机组人员做扩大采检，这也不是不可能的那目前我们认为，第一个华航为什么会相对案子比较多因为事实上它飞的频繁很多。然后第二个我也认为就是说，有的情况是没有很难去避免的。我觉得总共现在的采检过去这整个1272里面，我们到昨天PCR 已经采了514人那检验阴性的是511人，那3位是阳性。目前华航机师已经有9个人胃着病了，也毋过感染源阁还未找到。疫情指挥中心对今仔开始会针对华航1200多位货机的机组人员扩大采检，阁注疫苗。华航胃着病机师是怀疑讲，伊家己有可能是伫德国要出发之前，帮伊酒测人员无挂手套，有可能是迄当时去胃着病毒。过来专家嘛呼吁讲，航空的机组人员阁有专员遮高风险的族群上好就爱定期来采检。为好步入桃园病院急诊室边仔的采检区，透早就准备好势，要替华航机组员来采检，也甲注新冠疫苗，就惊机师染疫这个事件阁扩大。台湾科技大学是利用周末假日紧急展开全校的大消毒，因为校方面调查，校内师生当中有65个人，伫10日之间捌去过清真寺来参加活动，就是甲染疫技师同一场。校方面互参与的师生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学生也拢改用线顶学习上课，到30为止，拢暂时未当去学校。这个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通报，也就是说，现在为止，这些年轻人或学生在台北市到底有哪些人？那需要我们做哪些疫调？目前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疾管科还没有接到通报。因为华航机师已经有7个人染疫，包括伫澳洲确诊的印尼籍机师，其中第7位染疫机师确诊了后，家己讲。飞去德国进行酒测的时阵，当地的地勤人员斗相共调整分喙，并无挂手套，怀疑是安尼感染着。呼吸道的黏膜，包括比如碰到我们的眼睛、碰到我们的鼻子、碰到我们嘴巴的东西，只要沾到病毒，都会感染我们嘛。工作人员拿一个吹嘴，上面刚好污染到病毒，给你吹，去测试酒精。这些都是会造成感染的。国内专家是建议，指挥中心应该针对这定接触到国外旅客的高风险族群，亲像讲航空机组员、专员者，定期做血清抗体的检测，来了解到整体感染率。同时应该赶紧安排注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市的北调有一间公寓的2楼，今仔透早6点，火烧厝，一对翁仔某跟44岁后生，互救出的时已经无喘气，送病院急救嘛是宣告不治。这场火灾造成3个人死亡，起火的原因搁会调查。铁窗仔拢烧到乌麻麻，时间等到早起6点外，桃园市北调区巷内一栋4层楼的老公寓传出火警，导火点伫2楼。火烧甲真大，乌烟直冲天顶，附近徛家拢伫困眠中惊醒，凶光逃生。我在里面睡觉，听到声音蹦蹦的，我才出来的。我原本在睡觉，就有听到楼下有在很吵的嘣嘣嘣的声音，它铁门跟外面阳台全部都是火，黑烟很大啊，有看到有一只手在招手了，是没有听到声音，只看到招手啊。邻居喊他说赶快去躲到那个
躲到浴室去了。那后来就没有声音，也没看到烧。消防队协助了后，赶到现场，厝内已经全面烧起来，随布水线抢救。火势伫7点半左右拍花。厝内70甲80外岁老翁某甲44岁后生，疑似刀伤未愈，方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送医抢救了后宣告不治。下来的时候，其实2楼全部都有火势从窗户冒出来，那现场已经全面燃烧。那后来我们将火熄灭之后，我们现场发现里面的杂物很多，那也陆续搜寻了3名受困人。消防局表示，火灾现场放真侪杂物，除了较易烧起来，也增加救灾困难。这件主体火警造成一家伙仔3个人死亡，初步了解是小拍电引起，详细原因也阁有待进一步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6礼拜台东总算落雨啊，也毋过雨量是无算济，大约互关山地上灌溉的用水增加1成，目前嘛是阁真欠水。这阵雨对1期的稻作有淡薄仔帮助，也毋过7月份要开始的2期的稻作，阁需要天公伯啊来斗3工。顶礼拜6，台东地区连续落3天大阵雨，气象局监测台东地区这3天来累积的雨量上侪超过50毫米，民众认为可能会当予农作物，尤其是1期稻作来支喙焦。因过农电水利署台东管理站各地的水准监测，敢若瓦近南部的水准有真侪水入来，伫瓦近中山脉中部的关山甲地上这的所在，进水率敢若提高1成尔，雨无落伫的集水区，关山也是欠水51%，地上欠水29%，这2个地区水流的面积将近4000公顷，全台东上看，这种的水量敢会当维持供水3天停3天的轮贯。可是，在池上、关山都没有下在集水区，所以一样，关山、池上还是一样在持续，我们一直持续的轮贯，就是通3天断3天。地上这个所在，挖近海华山脉农田，也是因为地势较悬无水，部分农田也是一直闭。农民是烦恼讲出来天气温度愈来愈悬，持续欠水，可能会影响到1期稻作的产量。如果这段时间是运水期到接下来节水期，如果说水量的量不足的话，那有可能会造成水稻可能就是一些空包弹。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站表示，台东无水库，若是农田用水，拢爱靠溪水。水源挖靠南部甲中部山区的落雨，若做山区雨量无大，溪水就会欠水。即马爱看因后到5月的梅雨是毋是落潮所在。无正1期稻作虽然勉强会当过关，毋过2期稻作的用水可能无乐观。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解放军即前办理3只新的军舰启用仪式，其中会使载30台直升机的海南舰上受到外界的注意。专家分析讲，海南舰一届会使载2000个阿兵哥哦，这只新的军舰对咱国的东沙岛、有太平岛会有正大的威胁。解放军最新的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驾帮至少停8台直升机，执行起降的任务，飞过舰艇的顶端。另外，气自登陆舰两栖突击车为码头晒出来这画面也同齐公开。中国解放军223举行新型两栖突击舰海南舰飞弹驱逐舰大连号094 A 型战略协助舰艇中征18号的成军典礼。海南舰互外界解读是公台的利器，排水量差不多4万吨。未来是属有南部政区，平时负责南海任务，除了会当搭载30台直升机，舰艇也阁一届会当载运2000个兵力，展开3栖作战，对东沙岛、太平岛形成威胁。抢夺台湾几个主要的港口，比如说台北港或台中港，或高雄、台南等等的。他这样抢夺港口的用意是要做行政下卸，也就是让后续的车辆渡轮还有货船可以快速靠岸。毕竟一个港口1个小时的下卸量可能是4000吨。苏志云分析，海南舰命执行攻台作战，可能会投入超视角作战，也加占领港口。中国未来会有4只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军的军力也真强。另外，中国海军成立72周年，选出72张相片来当作纪念图集。其中，美军马斯廷号的导弹驱逐舰舰长乔卡敢是辽宁号完后入选。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讲，充分展示中国海军的自信。
中共从来没有放弃武力犯台的野心，对于当面的敌情以及相关的军事动态，国军都有做好充分的掌握跟评估。为了反制中共将海南进驻南海，海巡署提出包括着纳入国防、军防的兵检专案，加国防部国安局建立情报交流机制，实弹射击训练，定期办理保卫支援异地训练这5大强化防务的作为。另外，海巡署除了参与这届8天7暝的电脑预演，也会派军舰来参加海军实兵的演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印尼海军一只德国籍畅水艦，伫透早伫巴厘岛北部的海域失去联络。印尼总统佐科威将证实讲，这台畅水艦已经停伫海里，军方嘛已经找到啊。影像嘛显示讲，这台畅水艦长做3轨，顶头53人全部过往。军方人员提出找找到的救生衣，佮播放到水下救援艇传回来的影像，证实失联的潜水艦确定已经沉去，船艇53官兵全部死亡。Berdasarkan bukti-bukti otentik tersebut dapat dinyatakan bahwa KRI Nanggala 402 telah tenggelam dan seluruh awaknya telah gugur. 印尼海军嘛表示，电力故障可能会使得潜水艦无法度执行紧急停驶，来重新扑出水面。不过，为海底影像就当看到潜水艦部分残骸，包括着船艇、船头要沉落去的操作钩、船尾徛伫的操作钩，也甲部分船身。不过，潜水艦已经断做3节。Tadi tempat tenggelamnya KRI Nanggala berjarak kurang lebih 1.500 yard di selatan, pada kedalaman 838 meter. Ini terdapat bagian-bagian dari KRI Nanggala. 印尼总统佐科威发表全国谈话时阵表示，代表全体国民表达对军员家属的哀悼。Kita semua bangsa Indonesia menyampaikan kesedihan yang mendalam atas musibah ini, khususnya kepada seluruh keluarga awak kapal selam. Mereka adalah putra-putra terbaik bangsa, patriot terbaik penjaga kedaulatan negara. 印尼海军就表示，在确定潜水艦准确沉去的所在了后，就会开始打捞，佮调查事故的原因。目前已经有真侪国愿意协助，不过因为水的深度超过800公尺，加重打捞的难度。海军已经派军舰到这个所在，探测水底的金属反应。家属原来希望军方会当找到失踪的水兵遗体。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间专门咧治疗新冠肺炎病人的病院，酸素桶爆炸，造成82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卫生部长停职接受调查，政府表示会来赔偿受害者的家属，也毋过家属是要求部长爱落台负责。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嘛有针对这件严重的死伤意外表示哀悼。这查甫人伫清真寺内底对观察流目屎，伊将要下葬的家属伫巴格达东区专门收治新冠病人的哈蒂博病院，未当治好出院，反倒倒来是伫大会当中无辜死亡。根据2个病院官员的讲法，这大会听讲是院内送出管啊爆炸。المستشهدين الثلاثة شو يسوي؟ يعني غير هم وزير الصحة تعبان، الكادر الصحي تعبان. زين هذا بالآليات تعبان. انفجار قنينة أكسجين داخل ردة عزل، الردة يعني مزودة بأكسجين مركزي، لذلك هذا ألسنة اللهب أكلت كل شيء. المرافقين اللي هو المرضى لا يقدر يطلع ولا يقدر يعوف مريضه. 伊拉克总理哈德米已经将卫生部长塔米米停职调查，要求5天内交出事故报告，佮赔偿每一位罹难者家属1000万伊拉克蒂纳尔，相当新台币20万。تتولى اللجنة إجراء التحقيق في حادث حريق مستشفى ابن الخطيب وتحديد المقصرين ومحاسبتهم
到消前会，卫生部长谭敏敏应该辞职，因为既然是新冠病毒专职病院，就应该爱有部长级的政府官员去视察。啊，不过因无重视，病院发生大火时阵，附近也无消防车赶过来。另外，这病院是顶一世纪所起的，设施真老旧。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伫25日弥撒顶悬，也特别为这个意外死者做祈祷。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印度伫昨通报过去24点钟，新增加34万9千个人患着病，已经是连续第4天破全球高一日患着病人数上济纪录，一天有2700多人死亡。印度的地理嘛宣布封锁延长。美国佮英国后面嘛提供予机器佮个人方面的装备种种的物资来帮助印度。英国已經開始將呼吸器、氧氣濃縮設備送去印度，第一批物資25出發，27會到。We're sending out an emergency shipment of over 600 items of equipment. They're ventilators, oxygen concentrators, and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 support that the Indians need at their hour of need, really. 雖然美國總統拜登捌講過，有風險以美國優先，用村內才會對華援助，不過即馬印度疫情正嚴重，必須美國才會出手到3天。北京講已經立刻提供有風險的原料予印度製造商，只是印度方面希望美國取消2月份實施的有風險原料出口管制了，美國上新的決定。Oxygen supplies, drugs, tests, PPE. It's a terrible situation that's going on in India. 歐盟會提供印度上述設備甲藥物，法國、加拿大也講要鬥3天。加德里當局因為領土爭議關係緊張嘅巴基斯坦提供醫療設備。總理伊姆蘭汗推文祈禱印度趕緊恢復。世貿組織愛德斯基金會提供50台救護車。印度離國通報過去24點鐘久，新增加確診加死亡比例攏創新高，德里宣布延長封鎖1禮拜。हम देख रहे हैं कि दिल्ली में ऑक्सीजन की काफ़ी ज़्यादा समस्या हो रही है। दिल्ली में ऑक्सीजन की काफ़ी कमी महसूस हो रही है। लेकिन ये पूरी अलॉटमेंट भी अभी दिल्ली में नहीं आ रही。離德里200公里遠的一間失血標，也提上述通去到3天。苗方講，這關會當幫助30位人，所以已經幫助1200人。這波疫情來了緊又佫嚴重，印度健康官員批評講，國家有幾年的時間做準備，嚴過攏無做。第2波疫情開始的時陣，大型宗教集會、政治活動抑佫照辦。民眾對總理莫迪批評的聲音愈來愈多。莫迪離我講，第1波疫情控制了真好，所以對防疫有信心。不過，這邊的情形已經撼動幾個國家。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第93屆的奧斯卡金像獎喺台灣時間今仔早起頒獎，華裔女導演趙婷摕到上佳導演這大獎哦，是史上頭一位摕到這獎的華人查某導演。南韓的女演員伊如珍嘛摕到上佳女配角獎。伊又無人生，打摕到今年金球獎的上佳導演趙婷，又擱摕到今年奧斯卡上佳導演獎哦。伊嘛是奧斯卡第2位得到最佳導演的查某導演，是頭一位摕到這獎的華人女性的導演哦。在致辭的時陣，伊講到3年經中的零基礎性本身，希望人甲人以勇氣跟信念互相友善的對待哦。另外，南韓國寶級演員伊如珍嘛以夢想之地一出電影摕到女配角獎，這是南韓的查某演員頭一屆入圍得到獎。伊如珍是1957年來第2位摕到這獎的亞洲的演員。再來看咱台灣伫今年國際愛迪生發明獎摕到5面的獎牌，1面金牌、1面銀牌、3面銅牌哦。獎牌數是全球的第2名。摕到金牌的發明是工研院開發的人工智慧的倉庫系統，透過大數據的運算哦，讓倉庫會使加1倍空間。目前嘛已經有實際應用咯。豐收貨品透過鏡頭掃描變成體積大細，透過 AI 智慧程度系統自動分配上好的位置，程度空間上懸有4層樓啊。號稱業界上懸度量傳輸式自動程度，由工研院研發，今年摕到愛迪生發明獎金獎，在國際真出名。才5個金牌，那我們拿到其中1面 AI 立體的智慧倉儲的技術，那對於這個訂單的預測呢，也將近是說90%。在倉庫裡面，我們已經有80% 的這個貨物呢是以物救人，所以整體的這個揀貨時間在我們倉庫裡面已經減少了60%。
今年爱迪生发明奖，台湾摕到5项大奖，得奖数是全球第1，得到银奖的也是工业研发技术、微生物染料开发技术。过去染料利用石化产品合成，即马这套技术因透过微生物菌素改造，生产天然染料，达到低碳环保制成。目前甲国内纺织大厂如何合作，要导入生产各种的服装。得这个奖，我们已经走了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我们后头还要去努力的，还有一段路要走，当这个绿色环保的一个促成。另外，这摆得奖也有金属中心开发出连续式微型元件及处理系统设备，虽然只是当奖，但过出是全球首创技术，生产出来小汽轮已经用在电动大厂特斯拉，搁得到宝石大厂供应链的认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车诺比核灾35周年，台湾环保人民呼吁讲，台湾应该要坚定走上恢复家园的目标。人民表示，因会针对8月28迄次中客公投这提案，到全台湾去演讲，希望民众爱思考核能的危险性。这个提案也是我们部分台湾人民所提出的了哈。不过这样的一个提案也促使我们迈向恢复家园的路上又多了一个变数不过这样一个提案的提出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人民能够针对这个合适的存续做出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环保人民强调讲，台湾真小，人真济，佮位置地当真济所在其实并无发展核电的条件。若是台湾发生核灾，民众根本是无所在通逃难。伊呼吁讲，民众公道的时，爱斟酌来思考，恢复家园是上好的选择。来看日本决定要伫2冬后，甲福岛的核废水透报了送到海里，引起真侪国家的反弹。咱国的原能会嘛表示讲，目前是有33个政策点未来会阁增加。之前咱国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廷，伊是真坚持讲，咱台湾的核电厂同款嘛，是有甲有湍的核废水送到海里。也毋过原能会是再次强调讲，咱国的情况是甲日本无同。日本政府要伫2冬后，甲福岛的核废水透报排入海，引起讨论。26日反映内政委员会邀请海委会甲原能会来报告相关的应变措施。海委会表示，会伫北部的海域起一座核污染普档的即时监测站，收集海水伫含湍废水排放前的辐射数值。原能会阁进一步指出，目前有33大侦测点，未来会阁增加。目前我们是有33点，另外海委会会增加62点，主要是台湾附近的海域。对，我说的是这些侦测点，你有没有也要侦测呢？62项，还是只有侦测湍？基本上就是说，主要是湍，那其他的核种也会一并监测。原能会阁讲，已经交正式的批信，甲日本表达反对。若是日本坚持要甲核废水排入海，就会提出3大诉求，包括侵入台湾附近海域的海水甲海生物的放射性活动变化，佮有代志双方加强相关技术甲资讯分享。日本也爱提供这2冬准备排放的相关内容，也积极争取加入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国际专家团。附近国家拢对日本要排放核废水感觉真烦恼。不过，咱国驻日本代表谢中廷刷伫面册刊文，讲台湾的核电厂要甲核废水排入海，这也互人讲是咧替日本讲话。原能会是强调讲，台湾甲日本的排放性质无同，就立委要求爱谢中廷回台避损。有很大部分的这个湍是没有办法被过滤吸附的，所以这部分一定是要排到场外去哈。那所有的核能电厂都要遵循各国它的一个法规的规定。说日本在它的这个福岛核能一厂的这个严重核子事故之后，它所产生的大量放射性的一个污染水，那这个部分的排放呢，当然它跟核能电厂的运转是不一样的。视讯呢，第一个我们认为，史无前例嘛，以前没有做过这个事情。那技术上如果能够克服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反对这样做。面对立委要求要实现质询谢中廷，外交部讲过去确实是无这种案例。谢中廷念要回台湾，都有14天防疫隔离的问题。不过谢中廷敢有意愿回台避询，外交部是无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牵涉到国务机要会对最坏的过计划到99条之一的修法，今仔日立法院审查哦，因为总统府的秘书长请假，互人赢的立委是真不满。有立赢的立委是讲哦，国务机要会的性质甲特别会同款，所以应该比较特别会除罪化。法务部的处长蔡必忠是表示，若是修法通过，96年以后的案件，若是认定有符合贪污犯罪要件哦，会使赶快依法来办理。民进党立委蔡旭瑜顶日提出国计法99条之一，修法国务机要会除罪化，互国民党看作是要为前总统陈水扁脱罪，阻止到底。日6早起，立法院司法委员会邀请总统府秘书长、司法院顶部会出席报告，也毋过总统府秘书长请假无出席，引起南会的不满。牵涉到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他有什么理由不来？这样我们大家要帮总统府来擦屁股。拿着两党东边费鸿泰、华建民同时拢出现委员会，面对那样连番弹出边案积极修法必要，华建民也搬出马研究特别会案，言辞拢针锋相对。华建民强调，国务机要会是历史共业，除罪化有伊的正当性。时代力量认为，无应该做个案式的修法。柯建铭总召，你相信吴淑珍闺蜜的发表吗？你没有权利回答，你没有资格。你咨询的时候，你爱讲我费鸿泰讲，通通可以。回问费鸿泰委员一句话：你相信马英九当初的特别的发票是真的吗？本案所有的案子到现在15年，但是有关于国务机要会的案子是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而且除罪化绝对有它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宪法所谈的平等原则，我们尊重主责厅的决定啊。过往牵涉到特别会的官员，哪着拢有联合立委主张，这是历史共业，而且国务机要会甲特别会两个本质同款。2012年修法特别会除罪化，独立国务机要会修法符合法律的公平性。法务部处长蔡必忠表示，若讲国计法99条之一修法通过，也只会当回溯95年12月31日以前，92年以后，若认定符合贪污犯罪要件有犯罪事实，都要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苏力基风台已经离开台湾，也毋过东部沿海哦，阁有2-3公尺的长影，甚至伫花莲石堆白烟花，阁看得到5层楼高的大影哦。伫岸边看海影的民众是险啊，去互大影扫入去海里。这是伫花莲凤鸣乡石堆白风景区的惊险画面。迄个时阵风影真强，毋过也是有一阵游客去岸边看海影。这时阵第一波海影来，会平息的人根本袂赴走，无甲7秒钟。第2波大影过来，将较悬的10个人扛倒在地。第一时间民众受到波及的时候，有119的救护单位来做协请，那同时朱卫警那边也有与我们海巡这边共同去做协处。当下的民众是轻微的皮肉擦伤，那是自行走出步道到路边上救护车。好佳在无人被赶入海中，岸巡队将步道栅栏关起来，毋过好亲像无法度阻止民众继续看海影，个会去潜水。有，他说不能过去的地方，我们就没有走过去。在这边看，感觉就很漂亮，然后被水泼一身，还蛮好玩的。在地阿美族人表示，这种风景连在地人都唔敢靠近。每一摆看到这无爱命行为，拢为因真紧张。岸巡队是呼吁，苏力基风台虽然已经离开，毋过受外围环流影响，烟花依然有2到3公尺长影，千万唔通靠近。记者综合报道。路易莎加比伫沙丁堡的做芳工厂，里有8员工一氧化碳中毒送病院。新北市劳动检查处今仔嘛前往稽查哦，认为应该是喺航拍的时阵，无甲通风的设备开起来，造成一氧化碳的浓度上过悬，会依照职安法来处罚。业者在这个公司的管理上面是有改善的空间，譬如说他在使用烤箱的设备没有全程去启动抽风的设备，而造成在烘焙的过程当中，因为一氧化碳的蓄积而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意外的事故。那当然，我们现在也要求针对这样的一个烤箱的设备，必须要先暂停使用，未来也要去拟定相关的改善计划。
新北市政府表示，有8个劳工医用化碳中毒，其中有2个有短期治疗。劳工处要求业者产生医用化碳的航炉袂使佮使用，推放的设备无正常使用的一部分，会依照治安法，相当会使罚30万。最近是有国际上的调查显示，讲咱台湾的生育率世界上低。国内的人力银行调查嘛，发现讲有真侪女性哦，因为生囝暂时离开公司，也毋过后来就说有一半的女性，就算佮登去公司嘛，无法度做同款的工课，佮有3成封闭离职，这嘛有可能是真侪女性哦惊生囡仔的原因。41岁芳芳，目前是全职妈妈，7年前生囡仔，为了照顾囡仔，自饭店工作离职。靠红婿一份薪水起家，后来佫生第2个查某囝，而且无抽到公立幼儿园，需要家己规工带囡仔，已经清楚根本无可能重返过去的工作。如果你今天要进入一个比较就是正式的职场里面的话，事实上是真的有难度，因为你毕竟是双宝妈嘛，那你一切都还是要以小孩子接送上下课时间。那时候真的会有哪个公司会愿意配合你？人力银行调查发现，像芳芳这款因为家庭因素暂离职场的女性有35.6%，其中只有无到一半复职成功，3成后来拢无法度转到职场。另外，也有女性被迫转调其他的职位。交叉分析显示，中介主管被迫调职的比例上悬。他原来的职位已经可能被自己同部门比较资深的同仁来替补，又或者是说被其他部门的主管做了一个替补的动作，所以也导致说他们在2度就业上面遇到一些困难。人力银行业者指出，生育确实予女性面临调职还是离职的不确定性。有家庭的女性伫职场上是较会因为减少加班，和头家认定配合都无悬，多种因素确实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呼吁企业主爱营造友善的职场环境，政府更加爱积极和托育机构普及，作为职业妇女的靠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乐生疗养院旧的园区重建案争议真久了，今仔自救会等团体到行政院抗议哦。因讲院方最近甲移民一批所在断电，拢无先沟通的做法，实在是真哑巴。伊嘛呼吁卫生福利部爱好好监督，嘛爱政府爱重视因的权益。报条啊，法口府演出行动中，再去乐生保留自救会甲青年乐生联盟等真侪团体，到行政院头前抗议乐生疗养院无尽到沟通的责任，都强行将移民17年来所使用一批驻点蓬莱社断电，是乞食关庙讲。非常的难过，是难过在那里呢？伊今仔日哦，拢无照这个法律责任，拢忽然间就安尼干断电起来安尼啦吼。阮今仔日出来嘛是不得已的。自救会表示，为纪念过往互人隔离甲这份迫切的罕生病病人的情权。2017年行政院核定乐生园区整体发展计划以后，乐生院区就进入重建阶段。不过，移民甲民团真侪摆诉求重建应该以移民为主体。卫福部也吩咐爱改善双方的沟通。不过，顶礼拜二，乐生院方开重建进度报告会议的时阵，表示。今年7月爱进行蓬莱社等20栋院舍的修理工作，要求清空有矿顶向顶的蓬莱社，想未到会议了后隔工，院方就擅自用断电的方式来逼签，因为院方已经无信用。乐生疗养院现在以重建的名称，要再度行这样子类似迫迁，或者是说驱赶院民，然后限制他们使用空间的自由的行为，我们认为这是违背重建的承诺。我们的这个计划也都是有经过文化局的这个审查。好，那因为它现在就是一个历史建物嘛，好，跟文化景观保存区，好，所以我们是必须按照我们相关的计划来进行。我们还是会持续在跟院民这边来进行沟通啦。
针对陆生中建案，民团认为当前政府歪曲移民抗争历史，排除移民参加，破坏移民生活制度完整性，为服务也无尽到监督的责任，所以呼吁政府唔通为人权很好的政绩，去民主重伤陆生移民的安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区的丁仔卡有时悬有时低，最近就有一个民众无注意去跋倒哦，伊嘛向议员来投诉，伊认为讲高雄市政府的丁仔卡顺平工程进度上过慢咯。民代嘛调查发现讲，高雄市伫最近这10天哦，只改善10公里的丁仔卡进度真正有够慢。今伫市区丁仔卡无注意到悬架车4公前单身是路过林雅区，互显离路这个所在向跋倒，骹手和面拢受伤，到即马搁打着药布。单身是不满向议员投诉，高雄的丁仔卡顺平工程进度太慢。踩空以后呢，我整个人就往前滑了，脸呢就着地了，那鼻血跟牙跟嘴巴就大量流血。那为什么这个复兴路就在市政府旁边？为什么市政府不做呢？市长在睡觉吗？公务局、建设局都在睡觉吗？丁仔卡悬架差有24公分，厝内有囡仔的家长对市区丁仔卡悬架架，红牙车拢无法度塞，更加是非常有感。爸爸妈妈出来可能1、2个小朋友还可以分担一下，如果一个妈妈带2个或3个小朋友都很难。下雨天就想说躲进骑楼里面走，但是要高高低低的。一个不小心真的会摔倒。根据议员统计，高雄市对98年开始实施丁仔卡顺平工程，不过到109年为止，只完成19000多公尺，等于是10公里，比台北市和新北市慢真多。伫6都内面，只有比台南市较多。高雄市这几年在骑楼施作上确实有遇到瓶颈，或者是推广的没有那么的积极或者顺利，导致民众在行走的时候都要踩地雷。我们会改变以往的做法。我们现在会用骑楼顺平，针对高低差的部分，我们去做顺平，让人能够去通行。监管处表示，丁仔卡整平必须要摕到土地使用同意，难度较悬。目前改用顺平的方式，唔免规个区域拍白施工，已经选定火车站附近来做，会加速施工的进度。记者李小燕、交管柯建俊高雄报道。我看前后港有车在向开车门是真危险哦。台中市警方统计，今年正月到3月开车门造成的车祸都有95件，嘛造成1名少年人死亡，98人受伤。警方提醒驶车的人哦，开车门都要注意，桥倒摆佮脚踏车的人，嘛要甲路边的车来保持安全的距离，保护家己。民众骑机车经过台中市中清路一段，一台停在路边的箱仔车，却突然间拍开车门，一台机车想要闪，却无闪过，直接弄到车门，连人带车摔在咧涂骹。像安尼开车门不当所造成的车祸一直发生，真侪民众拢捌拄到安尼突然间拍开车门，差一点仔弄车的恐怖经验。他可能就突然打开吧。对啊，然后我们要过的时候，他可能没看到，因为会有死角。总共就后壁门开开啊，向旁一个国外安尼尔。根据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的统计，今年1月到3月，因为开车门不当所造成的交通事故，总共有95件，平均一天上少有1件，其中造成1名骑脚踏车的少年死亡，98个人受伤。警方呼吁汽车驾驶准备开车门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后壁敢有车要来，一定要先看清楚这个后视镜有没有来往的人车。那接着呢，转头向后方看啊，避免有这个视觉的死角。然后最后再用你的右手啊，也就是所谓的反向啊，迫使你自己能真正的去转身往后看。那确定都没有人车的时候，那再逐步的开启车门。警方表示，汽车除了袂使违规停车，嘛一定要挖进路边来停车。骑机车甲脚踏车的民众嘛爱甲路边的停车，保持一个车门以上的安全距离。警方嘛提醒，如果开车门不当影响其他人的安全，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上悬会采处3600块的罚款。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国内的风景区哦，真侪拢人客人。最近在南西的万福市有一个真特别，有真侪日头起的不祥，亲像细型五哥区的景观哦，吸引侪游客。拜六礼拜拢大塞车，警方佮庙方嘛想办法讲找空地，互民众会使方便停车。今仔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
伫台南南西万不市和干埔西的五哥窟有相像的所在，就成做国内旅游受欢迎的景点。不过停车位无够小偷车阵，违规停车的人满世界，这也影响到在地的交通。造成这个地方上塞车啊，会感觉深深的不好意思。比如说我们对面还有一些空地，那些空地呢，稍微我们疏一下那个树枝。那应该车就可以停进去。那至于说游览车的部分的话，他在这边下车的时候往前去啊，大概在5分钟而已，就到了这个曾文水库的大停车场啦。正阿行的山洞，壮观的不是吸引济游客来参拜。不过寺庙外口这条展库公路并无宽，规定的轿车、游览车驶入来时，就必须大卡车。打警方严格处理，也和寺庙想办法增加停车位。即马咧考虑整理对面的轨迹门槛地啊来停车，阁有站温水库的停车场，另外阁协调附近的业者来提供私人的停车场。现在已经规划每个6日会加派接驳车那接驳的地点在水库路绿博园一个私人的停车场，那边有90个席位。那从上午9点到下午16点。每半个小时发车一次。业者也表示会当配合停车的问题，总算通解决。民众来行搭参观，就要注意，若趁到一时的利便，车后被插路边，恐惊就要接罚单咯。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啊，中国禁止台湾的往来进口，有真侪人拢买往来来收听。最近，屏东的往来大出，县政府嘛办比赛，要来选出在地品质上好的往来，嘛教民众安怎会使选择上潮时、上甜的往来。冠军得奖的是许家荣。屏东的金选往来长咧大出，县府特别举办比赛，看啥人种出来往来上好者，摕到冠军和亚军的是柯家用洪明昌这对翁仔某。洪明昌表示讲，伊爸是工程师，11年前决定回去故乡接手阿爸的往来餐。伊坚持阿爸种往来的理念，而且真正专业知识，加上高处伫水源保护区内底，土质是真好，种出来往来当然是1等1。高树其实它是一个水源保护区，那因为有好的水源，然后有好的这个气候，然后还有好的土壤，然后我们持续的一直不断的就是说去上课啦，去学习一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来让自己的凤梨更好吃，更有温度。县长潘明安表示讲，县府举办的果子比赛是把品质管控好，希望透过评鉴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所以我们在从品质的管控上特别每一年做一个类似这样的评鉴，让农民们自己也来争取自己的荣耀。宾馆府表示讲，金选往来是屏东重要的水果，种的面积有3500公顷，占全台湾的3成，阁是全台第1大产区。希望透过活动替民众把关，食到香搁甜的往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环保局按什么对10月初开始民众就爱用透明的塑胶袋才会当把塑胶，才会使把垃圾带入去垃圾车，让清洁人员来看讲敢有做好资源回收也毋过垃圾袋到底爱偌透明？民众是讲因无真，是个无啥啥。伫巷仔口等垃圾车，民众排队拼垃圾，这是侪人的日常生活。不过台南对今年10月初1了后，这款黑色的垃圾袋就袂当带入垃圾车。就是讲你若讲用塑料，是毋是你也用透明的带过去买啊？厝的那边呢？我觉得宣导期可以再长一点，但是目前没有一些透明的替代方案，像它的尺寸那么大，所以这后续在实际上会有一些困扰。民众是反映讲，宣导的时间无够，有民众表示，因都是几多工才拼一遍，透明的垃圾袋无遐大卡。但是环保局过去发现，无透明的黑色垃圾袋内底，有3成以上的垃圾拢是无应该带的回收品，甚至有一寡物件可能会伤害到清洁队员的安全。加上为了要推测垃圾减量，提高资源回收，所以台南市环保局预计对10月初1开始禁止使用无透明的垃圾袋因为不透明的袋子装的东西呢，可能五花八门，甚至于我们还曾经发生过把那个盐酸放在里面。我并不是要民众特别去买袋子，你平常在用的这种五花袋、红白相的五花袋，或者是买东西呢，那随时拿到这样的袋子，只要能够辨识到里面的东西
这样就可以了。环保局强调讲，目前无要推送爱民众去买专门的粪扫袋的计划，不过到底爱透明到什么款的程度，民众嘛无好掌握。未来要安怎加强宣导，避免引起民众的不满，这个政策也未就路，就已经引起大家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小琉球的观光客最近是一直创纪录，为了要减少粪扫，当地一寡团体最近是推出用回收的玻璃笼做的一种古古币，游客会使摕这种货币去店家来做环保的餐具，是真有心，咱嘛做伙来了解。存卵机台四界拢有，屏东小琉球的存卵机台就无共款，存出来每一卵内底拢有足够水的古古币，并且是独一无二哦。这古古币是小琉球的老师甲志工，利用海边捡来的粪扫，用回收的玻璃笼、海洋塑胶材料做成的，除了有环保的新创意，游客摕古古币会当租用便当盒啊，减少使用一摆性的餐具。有这个海塑的古古币、海滩货币，这些都是老师们跟志工们特别用一些海塑，然后融化之后把它做成了一个代币，来作为呢到这个海岛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古古币的特约的购买店，可以借餐具，然后呢可以用这样减塑的方式。要完你可以把碗还给老板，然后再把古古币带回家。摕古古币来做便当盒啊，互小琉球的旅游更较趣味，嘛阁有教育性。达到环境资源再利用的目的，环保有序，包括环境的有序。小琉球独一无二的古古币，唔但会当成做旅行的纪念币，也会当摕来做便当盒啊。这拢是小琉球旅游的在地特色，并观光嘛会当互游客甲居民同齐守护美好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姻馆有一个插雕的高人廖义雄，伊本地是做家具，10外当前退休了后，就开始用插科来雕刻。伊的技术是真有路，已经是婚姻馆真出名的雕刻艺术家。伊嘛有刻真侪缩小版的牛车、红果、加古早的农具，嘛讲会使用作品来保留农村的传统文化。老师傅伫仓库内专心咧准备作品，为着要互每一个零件拢会当斗拔，每一个角度伊拢爱真计较。婚姻馆有一个真出名的木艺家廖义雄，过去伫家具业食头路，10几当前退休以后，就开始研究木雕艺术。伊的作品毋但保留早时农村社会的特色，而且是一支钉仔都无用到，全部拢用插头烧接。牛车啦、犁啦、落đất啦、红果啦，一寡。迄个打骨机啦，迄我讲甲做这缩小版起来，以后好人看。无你这古龙机用直接歹去，叫来我拢平掉的。所以讲，我毋才开始有迄个构想。不管是古早的囡仔耍，也是做事人的农具，伊的每一个作品拢真有路，艺术专业。几当前，佮捌伫照安客家文化馆办过个人展览。不过廖义雄讲，伊毋捌学过雕刻，只是做姨娘。我这是做姨娘的，我这纯粹都是免浓缩白。因为我做的物件，我毋是咧卖，一寡好朋友是讲，你爱我送的。廖义雄的作品毋但传承农村文化，制作过程也常常甲废弃的插头佮再利用，互一寡别人原本要等去送的材料重新佮有变化。这种态度实在使人钦佩，也值得人学习。记者综合报道。法国空军特技飞行小组伫世界上是真出名，这款特技表演飞行的高度上悬未超过1500公尺，上低达伫地面30公尺。飞机阁有真侪队形的变化，有当时飞机甲飞机只有离2-3公尺尔。伊是安怎训练？要表演之前爱安怎准备？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自每年7月14国庆阅兵到2年一变的巴黎航空展，拢有人看到这9台蓝白红3色的喷射机，用无共队形飞过，向国家元首甲现场的来宾致敬。法国上早伫1931年就空中飞行表演队，不过这个名叫做法兰西巡逻兵的特技小组，正式表演是伫二次大战了后，除了速度维持伫1点钟300到800公里。甲一般战斗机任务上大无共，就是大部分的队形，飞机甲飞机之间拢离无超过2-3公尺。为了要互地面的观众看了更加清楚，这种特技飞行的高度上悬无超过1500公尺，上低时阵离地面只敢30公尺。所以每一面去无共所在表演，
拢会先去了解表演范围内所会草啊、树啊、甲地形地物。Au bout d'un moment, la routine fait que l'on connaît tellement bien la plateforme et l'environnement qui nous entoure que nos gestes peuvent être modifiés ou du moins la difficulté est moindre. Donc aller sur une nouvelle plateforme. 2020年归年已经侵袭全世界，法国也是重灾区之一。各地医护人员真无闲，医疗资源真严。这个时阵，法国的空军大使法兰西顺路兵就负起提振民生士气的责任。用这个一般拢是伫咧国庆才用到的人力型高级编队向医护人员致敬。La Chimone et ça a été très émouvant de voir la patrouille de France au-dessus de nos têtes et de l'hôpital. C'est un moment un peu exceptionnel, hein, voilà, exceptionnel, un peu comme ce qu'on a vécu en fait avec le Covid. C'était inédit quoi, voilà. Donc merci beaucoup. 今年自7月14国庆阅兵开始。8月伫南部土伦海军基地9月的环法自由车赛，拢会当看到，互人叫做是空中王者的特技小组精彩表演。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